我呀，那个，哎，来点吧。上手。谁来做客？慢言来了，今日来到现场屯爱大嘴古世界比嘅呢，係會講到住處，講到客家料理，大家對於英國如何個熟悉，還個有一個特別嘅經歷，如係有去法國南帶有學習過嗬，歡迎許玉涵，歡迎玉涵。主持人觀眾朋友大家好。今日呢有請到玉涵嗬來同我哋分享你嘅故事，你嘅故事也非常精彩哦。今日你咁樣，我用玉涵帶來嘅對你嘅個人人生、學生涯佢重要嘅小物，用一啲物品來認識玉涵。我哋錄唱小助理，幫我哋批控，看下玉涵帶來乜嘅？一秒都秒到，營養補給品。牛奶，嘿，侬冇同牛奶有關係？我學生是學嘅有嘅設計。哦，你本來學設計，唔係學料理嘅。我設計就是幫公司做 CIS。哦，該不會呀？商標、商標全部都是，連那個牛奶乾呢。都是我去工廠車模的哦，包括這個就整個古爺也給牛奶乾對，包括爺公司的衫褲，車子車輛的外標哦，還有單槍產品，對，那整個公司的 CIS，因為我學生的是做的。哦，等於一樣規間公司的識別視覺系統，哇！都見係係用嘅，哇！應該有20，你有那工作按到些，那可以按好啥？那時候偷賽機的經歷啊，是好的嗎？你剛剛是快樂的嗎？還是辛苦？辛苦又快樂又感動。因為耶四方公司的調價，很多菜難。哦，你看我到現在還記得，人吼，有個人過好，很客氣。人家他學生就可以跟大老闆一起啊，所以他很客氣啊。哦，然後每擺吼，來我學校方吼，要做一太上的牛奶，太假色。哦，那去感受它的那個鮮乳的生產的甜美度，冇雄土。用心，他在用心經營他的農場。人家設計幾個這個 CIS 系統啊？對，可以久啊？1年半哦。哦，1年半。你看按調價定愛吼，定我們的團隊按久，能生產出來，能做出來，然後他的牛奶才上市。哇，是不是很有耐心？然後很願意給年輕人機會，好特別的那種建教合作呀，算係建教合作啦。算，他愛學校方第一個案子，哦，就很難做。係啊，咁侬畢業未冇繼續做設計？畢業有學校方需要那個生力軍去存錢，我有冇法度做業個啊？哦，不過學業嘅哈，貴神奇，它是一個很活潑、很動態的東西，很適合我的個性。哦，四處跑，因為你要到很多廠商那邊，找資料。因為我們是學生嘅嘛，又唔啲做用讓做的。市面上是可以上市的。線上要搞，不過有的東西你要去找廠商。台南一個地方有人做嘛，做得做嘛，做得出來嘛。對。有18種市場調查呢。對。哦。你就過好蠻耐做安尼。係啊。係哦，因為人一般會感覺設計就係你自己坐下睇做嘅頭前，安尼引發影下如何咩？咩？因為我們算是整個比較
动态型的设计，嗯平面的部分我们也要做。然后你看，光是车模具，俺 UI 去找厂商，看哪一个厂商有专门在车模具的，然后车出来的东西能不能符合施宠烘的需求，感觉他其实你蛮喜欢，去注意按那个事情。对啊，因为你要四处看多看，才知道一间公司做牛奶要用什么样的颜色。那调咖，喜欢什么样的方向？那你就要去多观察市面上能够流通而且持久的那些 logo、颜色标志，人家的设计是怎么样的成熟？那我们要去学习这个。其实我了解很全面啊，对对。唔要去甲蒙着头做。系啊。不过后来行的路完全冇去用吼。还是有融合一点点啊。嘿哦，美的东西，有放进食物里面。没嘿，好，我哋录唱小助理，本来呢，天一红有行带来嘅东西，看下系乜嘅。哇，就是传说中的法国蓝带吗？嘿呀，也给黑加哈嘅制服，对，弄有按那机缘去法国哦，也是一个客委会，他们刚好在办一个提升哈嘎纯堂经营管理跟内场厨师的培训，希望把哈嘎纯堂带入另外一个国际化的一个机会，所以他有办了一个非常大型的活动，就是全台湾的哈嘎纯堂来报名，来培训我们的外场人员，应该是说管理人员、负责人，还有内场的厨师的一个研习进修，然后为期一年呢，培训对啊，北中南，这样子巡回去培训，然后我们刚好2个奖项都有上，纯堂有得到那种改造，然后主厨全台湾就录取2位，我就是其中1位女性，那另外1位是男性。家他本年献出来嘅标准係乜嘅？是要比賽嗎？要比赛，最终在弘光科大做一个最后的遴选比赛。我去法国的蓝带，刚好就抵奖品包括这个。那时候最高奖品就是到法国蓝带去做研习培训，去学。当下好开心哦！怎么会选到我？年纪那么大了，还可以出国留学。你刚刚一度歲？也免差唔多40歲。等於40歲會出國留學嘅感覺。你剛剛已經有4年了嘛？4年差唔多2年前。過成2年前。你喺一個是有上到這個為本年先到嗎？沒啦，不是勢在必得嗰種。不是。吃寬啊？吃寬那心就是好玩嘛，因為大家一整年培訓下來，每個廚師朋友，大家感情非常好，大家在那裡學習啊，跟着很多大廚師一起學做料理，大家都有進步。然後到最後一站的時候，就在中部做最後的遴選比賽。那時候就想說，大家要安慰做我冇可能會送啊！家下感覺冇可能。係啊，結果送嘅感覺係乜嘅？就想說怎麼那麼幸運？不過第二秒之後就說用的呢，我又不會講法語，然後英語又不怎麼樣，然後小孩又很小，那去怎麼辦？我去叫3張煙呢？佢叫呢？係啊，佢叫啊。結果都笑嘅，都係笑嘅。年年要
做唔得，啊有声音的暗色，系啊，蛮而且家下能睇佢传堂系啊啊，，规模汉啊。规模很好，能家下传堂以太嘅规模，我喺春堂差唔多380个人的规模。一间餐厅吗？就380呗，员工。对，不是员工，坐席，客人的座位坐席席，哦，也很多呢。对啊，所以员工也不少啊。结果我会不用下来，嘿放下一切。放下一切，离开这个舒适圈。哦，那个决定很用来做哎。当下哈，其实很感动，是爱良的姐姐同我讲，啊，你又40岁，安乐诶，又做得还可以留好，留学哦读书，那是多幸运的事情。哦，嘿，然后不卡轰为天数照顾你的小孩就好了。天照顾生意呢。错啊，几好呢，这唔係等到係扯後腿，不是，反而鼓勵你。对，而且就说那么老了，有机会出门，干嘛不去？对呀。哦，有安尼後盾，对，就好加入去。对啊，家里的后盾是挺重要。不過魚都應該吃很多骨頭哦。加魚都其他如係各國的主廚嘛，人會有這種競爭心態嗎？會講會輸贏，會有這種。我們心裡會，不過你去學習的時候，反而不是這樣子哎。那個學習的氛圍，真係好。大家因為互相幫忙，學習，因為我們可能就是有底基礎的人，所以我們去學的時候可能會比較輕鬆。哦，那他們在這種國際學院裡面，後嘅人哈，有很多他們的心態，外國人的心態不大一樣我覺得他們是很自然、很開心的，就是做料理嘛，那種方式是不同的，蠻純粹的，就會讓人來好一起進步。对，没有竞争呢，我们在竞争。我同另外一个主厨，我们2个很有压力，因为我们怕没学好，某后后啊，因为还用公家的钱，就会过有阿伯。对，那个重担很，每天都战战兢兢，又怕糖不是后某后。那3个月有哭吗？3个月。没哭。3个月结束的最后一天的成果餐会，我们抱在一起感动。结束过后，对，因为还有煮本侨包，还没？侨民，对，侨包，然后刚好是做一个美食交流，然后刚好想说那8月份大家都去度假。欧美人士大概到那时候去度假，处理了应该是不会很多人。不过从50个人变成60个人，最后变成120万人。那2个人要煮本120万人是？像传统的搬走熊桶安尼做安走吹，咱2个人，人2个人，好。我相信佢精彩，我哋聊一下試下嘉賓，我哋個繼續來講。好，好，試一下嘉賓。謝謝，謝謝。然後我們家那時候太有才，寫生意呢吼，攏讀數理唄，註冊費吼差唔多10幾萬哦，差唔多得20萬呢。先來做客，歡迎來了。頭度呢，一個今日的來賓，法國人帶客家主廚許約翰同我哋講到，伊去到法國學習的歷程。講頭前也學嘅3週年就冇夠，都每天很快樂學習。結果到最尾愛煮，唔同人我哋先來主廚2個人，愛煮本120杯僑包食，pan粥、生米粥。好，等於生米粥，唔過完全冇幫手，
某帮手，因为不可能请其他主厨来帮忙啊，吼。对啊，用个人做，用个人做，给按嘞音乐做的哈，英语做唔hết，吼，做1礼拜1礼拜备料，像备料落1礼拜，因为我们要做青斗手工菜。哦，因为你看我们传统在做攀走，是不是前面有冷菜、冷菜都是手工的，比较精致的，所以我们哇，手工菜就有些要事先备料，你能按多东西，就唔咩，你能睇法國啊，嗰度東西就唔咩衝台灣，我買嘅油買嘅啊，我按封片，而且他們的食安规定的很嚴格，所以很多都是原材料，比如說我台灣你嘅絞肉，你就廠商就有了，叫就有了，一邊做唔得咯，你要整塊原肉自家切。天哪！因为叫来的是我们請原本的餐廳幫我們叫。係咩？來的東西我看到有個肉做唔得，這個又跑到那個第3區去買肉，然後坐捷運、地鐵，然後帶回來再重新做過。嗰種人都最迷攀走係的，結果就係終於辛苦，那應該覺得很值得，有單。第一擺感受到大家對於廚師這個行業的尊重。是在法國感受到。因為他把我們有開菜單，那他們有 list，外交部有把它 list 出來。你下次咧聽歡喜，然後很感動，就把菜單拿過來，請主廚簽名。那是對於主廚最高的尊重。那時候就覺得，哇，這種辛苦1禮拜值得了。哇，好是幾難得的經驗，要很有挑戰性。係啊，我有決心呢。係啊，人哋經驗看到當個有可能大家有看到，有很特別的偏同。係啊，我有偏同合，也對你嘅意義冇強樣。冇強用啊，也特別嘛嘅。做學生嘅時候，好久沒有拿到這種便當盒。對，而且是扁扁的。因為我們以前最高愉快的旅行，因為參加那個救國團。我沒有參加過。我參加的比較輕鬆一點。真的嗎？我是走中橫健行，7天。每天高中專科的時間，我念5專所以才有剛剛的牛年。錯，我會拖按呢，我路拖個強順的呢，爸爸拖嘅，爸爸先呢，他說要選那個以後你都不可能去做的事情。你有被說服，還是他就直接報名了？沒有被說服。我爸爸是一個還算蠻民主的引導，自然的引導，然後自然的發覺，走錯坑了。不過我感覺講對你影響會深處啊，當然會辛苦，還有 marketing 拍的感受，你覺得留到現在很重要，這樣，凡事都要靠自己。路是雙腳走出來的，沒有到最後一個終點，你不知道你真的可以完成它。可是我感覺對你可以轉口家哈，其實是去重要建立你的人格和個未來嘅蠻重要的時期。對，去做一件事情，確實像爸爸講的，都有幫助。是啊，而且我們那一團還是走最遠破紀錄。我們去接遊覽車，因為遊覽車要停很遠，到太魯閣的時候，沿路都塞車，營唔得，然後我們只好去找遊覽車，你在哪裡？
古说也个对你嘅影响很大，你看都见我还记得，错啊，也个係同爸爸有關。嘿，那我哋哋還有一個很特別的很重誒，佢重哦，係啊，英國新台幣2000元對10元幣，是，古說也地波係400元，嗯元高嘅。為什麼它也是人生當中重要嘅東西？我讀書的時候，我不卡的經濟是最不好的時候啊，所以我註冊的時候是拿着一個行李箱，一個行李袋，底杯有英國的，全部要去銀行換成鈔票，然後得註冊。哦，嗰個元國嘅係一時一時存下來，存下來的，然後我媽媽賣水果存下來的錢，都來不及去銀行存錢，就要趕快花出去了。哦，本單盧卡係開傳堂，因為你講準考畢業係盧卡開傳堂，你要去幫忙。哦，冇，那時候我們家還沒有開餐廳。哦，就係媽媽係賣水果。媽媽賣水果，我爸爸天數送傳堂的水果。哦，我爸爸有提早老師退休。哦，就做生意了，就做生意。哦，媽媽就係辛苦嘅賣水果安尼。係啊，然後就是一個一個硬幣安尼。存下來。哦，人都得去註冊，不然沒有錢可以去註冊。係哦。家下爸爸媽媽咁有想過，家都冇去註冊啊，就偷偷貴種都好誒。我唔知呢，唔過我媽媽吼，應該講我媽媽想講做我勤勞一點，我存的錢，我生意呢又做得去讀書誒。我爸爸做先生也認為教育很重要，所以一定要去讀書。爸爸媽媽個辛苦失敗安尼。可是我以前太天真了，我沒有去打工哦，沒有某天書賺錢呢。生活費我媽媽都還會給我那個零用錢。你看我媽媽吼，夠厲害喲。轉課嘅時間。係啊。你就係，因為都係希望你專心讀書就好誒。係啊。然後我們家那時候太有才，些生意呢吼，攏讀書哩唄。註冊費吼差唔多10幾萬哦，差唔多得要20萬呢。哎喲，一般吼註冊吼又差唔多20萬，很恐怖。些路途是哩唄。係啊，俺唔會讀。哇！我考到太好嘅時節有睇上咧，都係因為我未考到私立唄。我家下都有上，家好的我爸爸係公務員，嗰時候我妹妹係公立唄，伊同我二那邊錢係差唔多誒，因為公務員都有優惠，有補助。係，我都想假使我爸爸唔係公務員，我怕冇辦法讀呢。你係寫入私立唄呢？係啊。佢媽媽過厲害哦。在忙賣，過三忙，真是過三忙哦。小時候，我媽媽，我們家我母卡還有開店，做農藥行。因為鄉下嘛，總是會務農，所以有做那個農藥的那個販售。所以你看那些我媽媽哈，真會講客話哦。做生意客家真重要啊，在客家莊裡面，唔曉得講客家吼，總冇法度做生意嘅。係啊，唔過而係咪還有後來有許多係咪百貨公司順後賣？對，那時候我們已經，俺爸爸做先生呢，有外調，有調到比較好的學校市區，所以我們就搬家。然後我媽媽又想講，我喺做乜嘅生意，咱要賺錢，所以她就想說，我哋賣水果。她今早又做公車，要搬2班公車。
啊，去批发市场买水果，然后再去卖水果。就迄万岁就有看到妈妈安辛苦啊呢。嘿，哦，啊，甲他就我想讲，刚来我会上网存钱，我有安尼的想法。天数存钱呐，但是要做什么，自己没有特别的想法。所以我毕业的时候，我不卡每天呐都打电话到我的宿舍，毕业吼，几类天数哦，你讲有哥哥姐姐啊，哥哥姐姐模拟咧几类。哦，模拟咧几类天数，天数做嘛个加较快传糖诶，传糖。哦，传糖模拟啊，模拟天数啊，我有几许天数，我真是无上晓做菜呢。嘿，因为你甲他偷设计的呀。错啊，然后在天真无邪的情况下，就掉到餐饮的小圈圈里面。不过你开始就学煮的哈。冇，我开始冇学煮，就是负责结账算钱。不过到最后，我看到耶厨师吼翘二郎腿，我妈妈伫耶厨房咧磨汗吼，我就下定决心，我要去学做料理。妈妈被厨师刁难，妈妈被厨师刁难哦，自己真的要当自强，要会做。爱底用的做，爱天数，然后唔会本人欺负。系啊，原来你好煮是系因为安尼呢吼，做个通常都是爱好食，无路好煮，其实爱冇本妈妈本人欺负，系安尼，干脆爱去学，系啊，爱会煮的，爱路唔会本人欺负的，系啊，有走的天数存钱，速度会快一点。那时候经济压力太大了。有一胎呢，我哋聊一下嗰場有行同人哋講，好，試下隔壁。好，還有所以那个姻缘是很奇妙哎。我们是10年后才在一起。中间我用的，他是我未来的老公。其实我们本来就是山林人，那虽然我没有在山林读过书，可是我的哥哥姐姐，然后我的爸爸妈妈、阿公阿嬷，其实他们都是在那边非常在地。虽然我在那里待的时间就只是短短的几年，加入山林国中的义主其实是一个无意间的，是因为一个钟丽娜校长，这个要很认真说，不能切。好，因为钟丽娜校长她是一个对于教育很执着的校长。那我相信对于教育有初衷的人是会很认真，希望把这个教育宣扬出来，让每个受教的孩子都能够得到非常好的受教权跟环境。但是在乡下呢，事实上资源不多。那他为了鼓励孩子，末端班的孩子能够有进步空间，所以他成立了一个奖学金。但是奖学金金额不多。后来我们美浓客家菜听到，于是抛砖引玉，就说好，那我们就捐助100万。然后因为这样子，然后钟丽娜校长就想说邀请我们到学校的厨房吃个营养午餐，谢谢我们。那这一个谢字呢，我们一吃发觉校长很开心，就说今天呢有特别加菜，我们营养午餐有特别加菜，来谢谢我们邱老板。结果我们一吃，天哪，这样叫加菜？那你平常没有加菜，岂不是小朋友吃得很辛苦？对，可能在我们做吃的，甚至我们自己的孩子都有营养午餐，落差蛮大的，所以我们就决定，就一个不小心说，那我们有机会到贵校来做一次营养午餐的分享吗？就这样不小心1个月，校长就说，
邱老板，你们不是要来我们学校做义组吗？那什么时候要来？就这样子，就不小心就连续了15年。可能是孩子刚好念大学了，我可以放心自己想要去做自己开心的事情，因为我们姐妹是很爱旅行的。就像我父亲以前，他下了班当老师，下班之后最开心的就是我老爸会带着我跟我姐姐骑着野狼125到那个月眉桥去看西边的风景一样。他觉得这样子是很开心的，然后就可以看个溪水啊，把今天的工作的疲惫啊，就可以把它冲流掉。然后西边都有一点风，徐徐吹来，很舒服。那我们可能我们家做餐厅，其实后来其实大家都很忙，但是我想我们耳濡目染之中，我们兄弟姐妹4个常常就是做得很累之后，我们一定会放个假出去旅行，大概就感染了我父亲旅行这件事情。但是勤劳做事情倒是传承了我母亲的客家好媳妇儿的精神。先来做客慢言来了，今日来到现场的来宾係約涵哦，頭都約涵講到，伊會開始做料理，因為人一般會睇到法國人帶客家住處，就會講啊，亞人應該都係對食個錢啊，吼，很了解，很喜歡吃，無如果好煮本人食，不過唔嘅一開始其實唔免咧，係想愛可以自立自強，係。人去學，然後以後咩係過節節，家庭可以學嘅，你都一個暑假，人哋做馬鴉片有一個泡沫紅茶呢，你都係閒嚟讀書，我暑假嘛嘅如學，連泡沫紅茶如學個，做啊，唔敢學嘅嘛嘅，因為傳統地杯哈有一個吧台，哦，人家說第一有錢做涼水，賣餅呢，賣餅呢，哦。然後我們剛好有吧台，然後我們真的有賣涼水，那吧台的師傅也是在雕，所以我又去學做泡沫紅茶調飲，然後也去做料理，而且都是要把它學到最極致，而且要很有效率的傳承，搞一工讀生或者是搞員工，把它做好，而且那個味道要做到我要求的品質。我係咪有個印象？講學到要搞工讀生，其中一個工讀生係後來變老公，是嗎？沒有，那個他是內場的工讀生。哦，內場的工讀生。對，伊同俺媽媽是同事哦。哦，一不但是係來打工的，對。哦，他是在內場打工。哦，打工結果變做給老闆的老公。對，夜間部同學。沒同貼片呢吼。唔過是年後啊，係哦，係。所以這個姻緣哈是很奇妙哎。我們是10年後才在一起。中間我用的他是我未來的老公。不過也他在我媽媽的印象裡面親厚。他又覺得這個後生人哈過3萬安尼做得咯。然後10年之後一個機會啦。有聯絡上，因為我需要到北部去玩，找交通工具。有記得有個好生的吼，日本人打電話俾伊，某某人啊，我們幾個朋友吼，去北部聊啦，有喊麼？一時茶愛專愛去聊。哦，只是要找司機。對，走。嘿哦，這是那個壞心肝老闆，都係你牽起來嘅，係啊，之後才有慢慢聯絡上。我感覺出就係媽媽對你嘅影響係太吼，你又因做當然就因來因後嘛吼。曾經有一段時期非常辛苦，不過天天嚟錄音做起來，你韓國曉得講愛回饋鄉里，吼，你係咪行去係咪上哪國做？係義主。侬會去上哪個種？能睇個通下？
某地耶头，哎，3岁又离开乡下了。然后，三林国中算我们乡下一个很指标的各种。然后我父亲是在当老师嘛，教育界。那是一个因缘吧。一开始认识迄个爱去煮一摆嘛，吼，煮一摆愈同大家分享愈好诶。哈，刚弄煮的一摆又有听一摆咯。啊，就觉得，密章间吼，还有上那个师生吼，都有一次吃到不一样的料理。看到泰嘎那个笑容，心里就很满足，就不小心。每一个月就做了，不小心对，然后中间持续，俺妈妈又同俺讲啊，同俺母卡讲，那又做下又好的啊，唔怕啊，俺母卡开餐堂，但做料理分享没问题，这是我们自己应该要回馈给社会的。我们现在开餐厅做吃的。可以有机会就回馈给社会，就尽量做。你有冇给印象过姊妹回馈吗？有一个单亲的爸爸，他说他只有在他孩子爷生日呢2岁时候有帮他准备过生日蛋糕。到他现在贵重生日3岁，这是他第2个生日。哇！吃得到生日蛋糕的，他很感谢，因为在偏乡，这些父母亲都在外地工作，只有爷爷奶奶天数照顾生意呢。然后福家峰高中啊、欣赏啊，有时候都还要载孩子来上课，因为他们家里可能住太远，1次2次没有来上课就不来啦，就会辍学。所以中间其实我们也赞助了一台交通车，募款2天，社会上响应很快，第2天就募集了1台全新的车子。哇！然后多余的善款就变成这台车的维修费、保养费。买茶的几件啊，780万买又好诶，什么？对，后续福家峰又没预算呢，所以我们剩余的钱就变成这台交通车的那个维修保养费。按呢高中啊、欣赏又都得载这些孩子，他们可能要第8节、第9节、第10节的辅导，然后让他们在求学道路上，欣赏因为天数帮他复习功课，不过那么晚了，归危险，也不可能请阿公阿嬷来载嘛。高中哦，佮3忙哦，又食材，所以最后上来归去，慢慢那个升学率上来了，很多家长就觉得，这个学校很棒，慢慢那个入学率。就读到三林国中的后生也更多了。如迄个善业循环呢？不过如迄真紧做久诶，日久见人心呐。真紧就会爱下去做诶，真的，你就会看到如果因为应该你呗，培养下一代青中腰。可能是客家人非常重视高友，就是这一条。道路，我觉得我们做对了。都谈论妈妈的理念，安尼因做好了，会坚持啊。好，刚才呢，等一下呢，如果来说，看他有行今日带来嘛个对一个重要的料理，来聊一下。好，这种妈妈真的不容易，上有长辈，下有小孩，然后还要随时让我们有一个很安全、安定的环境，然后不会挨饿。先来做客慢言来了，睇下一趟呢，俺哋今日請來嘅來賓，法國南大主廚邱玉菡，因為大部分人呢，伊個對伊來講，就蠻特別，沒有特別的意義，
嘅料理吼，俺来录像小助理，哇，够香呢！那个黑牛饼，嘿，葱肉饼。哦。对，以前俺妈妈讲，伊能晚上会放乖耶，青蛙。对，我是没有吃过青蛙的口味，这个应该没有青蛙吧？没啦。那个几道后来是标行的咸鱼。对，后来我的餐厅也有做，不过那个吼，没含的，就纯粹煮肉、葱花，还有客家的油葱酥。哦，好了，这款啊，纯肉的香，哦，纯糖没有，没有，好像比较客家的餐厅才会有。对，但是这是俺不开米西，俺妈妈吼，记生时候会带便当嘛，俺妈妈又会整那个牛饼，哦，带便当，哦，你会有那个，嘿，然后到现在，长大了。规个时候，同俺妈妈讲，妈妈，这边规吃饭哦，你要记得吼，整个牛饼，还是牛饼哦。某些时间是都 V 哦。不会呢，就是非常想念的味道。因为吼，俺阿公，就是卖猪肉的哦。这些时候一定我们家不卡烘一定有用。煮肉龟头，哇，龟头你会龟菌鲜的哦。以前各种那个蒸肉啊，整的、煎的、炒的，俺不开拢有。俺阿妈、俺哥哥做料理呢，俺妈妈又有福到。不过，这些时候，俺妈妈又时常做生意无限呢。然后要带便当的时候，他就要想说，做哪个料理？那个印象中吼。就是我妈妈最常做的哦。古时候就会讲到吃到妈妈的菜要点菜，你就会点那个粥，有很多菜都可以点。不过吼，我妈妈的那个常备菜有那个葱肉饼。哇，吃到就会感觉很像回到家了，这样也感觉。个多人就讲到，接触到传统。伊开始会回去听书嘛，系啊，后来呢又睇福教的地杯，开传统，太好地杯，就系太好地杯。咁民业而供应呢，量其实quite多呢吼，学几千人，全校师生一般人年，不过因为会分散到各个餐厅嘛，至少要好几千人，所以那个人流速度够急，所以。那时候我才刚毕业，然后我的速度超快的，我自己都吓一跳。哦，对啊，对啊，因为要拼3点半啊，每天懂猪条哈，钱收越多，3点半才来得及嘎进去。民业的哦，民业，经济压力很大的，那个累积的。负债数字太大，所以要个3忙，做事情要快点，存钱的速度那么快。刚你刚他提福教安尼，那个辛苦的程度很有那样。你可以想象哦，一个46公斤的女生，然后从厨房要抬着50米人的饭锅。然后妈妈还快吃出船呢，那我大概可以就龟胎长，龟虫呢？对，而且它是烧瓦斯的，所以它那个釜金锅很大很厚，龟盆，然后你看哦，大概都是放8盒的米，因为会来不及，所以我妈妈都用9盒，的米，然后你看那个饭啊，煮起来都是凸出来的，
然后我46公斤的小姐就这样子抬起来，冲到柜台去了。一等年，我有印象嘅妈妈团叫做天数嘅白眉啊，2个人看路过冲呢。系啊，所以我第一年哈，暑假哈，大概就已经50间了。然后第一年的暑假，我就已经严重到水门哈，水多肩膀会痛醒。你才20几岁，你是哪些？转口浪鼻炎呢？哇，都职业病都按洋葱哎。对啊，没有办法啊，你看到妈妈按上嘛，然后那么冲，然后你每天要去嘎3点半。你怎么不努力呢？怎么能不努力？你的比喻很好，给刚3点半都会 force 我。嘿呀，明夜才 force 我。而且那个支票上面的人写着邱玉涵3个字啊，我是人头户哎，嘿呀哦，而且你不知道你老爸到底写了多少钱出去，你知道吗？每天都要去嘎，每天你不知道那个数字的坑有多大。哇，可能人家安尼吼讲嘅吼很优雅的用诶，完全想象不到呢。我也想象不到啊，就是你曾经还有上个时间还按辛苦嘅。嘿啊，所以那个不要看过去，看过去你会说，这种过去好可怕哦。然后不得不佩服你的母亲，用的按上嘛，按离开。哦，你不是讲去个安塞忙安离婚？我一点都不厉害。我妈妈要从她嫁进我们邱家开始，这个生活让她过了那么多年，几十年，而且她没有让我们缺到钱，这种妈妈真的不容易。上有长辈，下有小孩，然后还要随时让我们有一个很安全、安定的环境，然后不会挨饿。我没有打过工我们缺钱，但我没打过工，还有零用钱。那我妈妈是不是很厉害、很棒、很优秀？你看的工，我就可以体会为什么你明明设计做得很好。你看个鲜乳都进入行业用能设计嘅，你明明行业一条路都做得啦，为什么家里一通电话你就很贵气？因为我都家下都想，迄个应该唔可以贵气啊！我都感觉我行业去家嘅路，不过我安尼讲，你可能对妈妈按感谢，很多感恩，就大概可以理解做妈唔会面到，我以前其实妈妈本来的歌。看爱的如黑，而本来的哥哥活的神法，我现在好像应该要回馈妈妈这种感觉。人生归神期，每个阶段真的都不一样，你很难预料你下一个阶段要走到哪里，但是我觉得每一步老天爷好像都帮你精算过，而且步步难过，但是步步都过，今天团又行跟聊天就又感人又最后很励志比种感谢好多几多，感谢又行，谢谢，记住这样，好，我是黑咯，后生呢？后生好，对啊，有，很厉害，很会做，真的有像，已经到9成了，真的啊。是真的，表示你真的很认真。对啊，所以你真的很认真啊。所以我是不是没有藏私？你是不是觉得做起来你自己做的也蛮好吃的？这是第一趴，第一次哦。哇，第一次做就做成这样，那你很厉害哦。